新竹竹北有一栋13楼高的主体大楼，早暗10点外，敢若是因为烧拍电引起火灾。2楼的一间办公室是全部拢烧了了。消防局派出11台车，26个人去抢救，顺利把火拍花，嘛无人伤亡受困。大火一直冲菜，互人看到真惊。新竹县竹北市一栋13层的集合式客家，初一暗10点外发生火警，火自大楼店面2楼办公室开始烧。 敢若是电线烧拍电所造成的，办公室规个拢烧起，火还搁自塔门一直冲出来。一开始是冒出浓郁的烟，然后才产生火苗，感觉对，火苗慢越来越大，主要是烟最大。这栋13层的客家大楼有200多户，消防局派11台车26个人来拍火，因为无确定是毋是还佫人伫咧内底。 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，将店面的铁门锯开，向内面喷水拍火。大楼内面的大户讲，迄当阵有放送讲发生火警，但是中庭规个拢是烟，所以大部分的大户拢是对逃生楼梯走到1楼。我是因为在家里闻到烟味，对，然后又有烟飘进房子，所以大楼的警报响了。火警现场是办公室的用品，还有笔记型电脑落火烧起来。 火伫暗时10点52拍花，初步统计炭烧的面积28平方公里，现场无另外受伤，也无人掉伫咧内面，损失差不多新台币4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